个信心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师傅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。我小的时候，同样是这样一个冬天，在四川省自潼县。话说，在自强镇住着一对夫妻，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子。这对夫妇是以卖菜为生。买菜吧，买个大白菜。多少钱啊？干嘛？西红柿，西红柿，要什么呀？卖菜嘞！来两斤。要吧，挺好的。哎，买了，新鲜的大白菜啊！哎，买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要吧，老夫人，你看。老过来。老夫人，我们今天买点什么呢？好。老夫人您好。蔡老板、老板娘，你们好啊！老夫人您太客气了。哎，老夫人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别老板的叫啊，叫我老蔡天贵就行了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们这个小摊子做的都是小生意，您这么老板娘的叫，我们都快不好意思的。您就叫我莲香好了。哎呀，小生意也是生意嘛，叫声老板也不过分嘛。好，我就叫你莲香好了。哎，老夫人您真客气啊！要不是您常来关照，我这档小买卖也做不成啊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可不是嘛！像你这么潜心念佛的人呢，可真是难得。除了家中一家大小都要吃素以外，还要经常送饭菜到寺庙去供养出家师傅，真叫人羡慕。哪里呀！你看你们夫妻俩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夫唱妇随的，那才叫人羡慕呢。老夫人，不瞒您说，我家这母鸡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下蛋呐。哎，你看，它还凶得很呢啊！我看啊，你得学着老夫人虔诚拜佛吃素，修一修心了。嗨，我是个粗人，再怎么学也比不上老夫人呢。我说老板娘啊，吃素念佛是不分贵贱的，只要诚心，人人都能修的，既可消灾解难，也可延年益寿啊！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念佛的好处可多了，三两句话呀也说不完。有机会我再慢慢的告诉你好吗？好啊。哎，得了，今儿啊，我们可把老夫人的时间给耽误了。对呀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老夫人，您今天要吃点什么？那今天呢，梅阳给我来一点啊！走了，老夫人您慢走啊！来看一看吧，新鲜的萝卜，看一看吧。我说蔡嫂啊，是。话说，别想那么多了。然后怎么了？法师，平时，这暗中讲。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什么？老蔡，你要休息？过来！不行啊！来，过来！不行！呸！这么多年了，不肉什么？老蔡，你要休妻啊？休妻更省钱啊！嘿，行了，这不太好吧？为了这件事儿就把老婆给休了。这莲香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她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我只是不想让她太迷信了，所以才想办法阻止她嘛。对呀，这蔡嫂可是乡里出了名的贤惠。再说，人家吃素又不是什么过失，你要叫人休妻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哎，我只不过是说溜了嘴啊。老蔡啊，你可千别当真呐啊！
哎呀，算了，谁不知道你小子啊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哎，今天找你来啊，也是知道你鬼点子多，哎，帮我想个法子啊。搞破坏嘛，我最在行了哈。只不过呀，现在这肚子有点饿了，想不出来呀啊。行，哎，小二，来了，哎，快点啊！要吃点什么？有什么好吃的没有？给我弄点来。有，就弄素的给你们吃。蔡嫂啊，蔡嫂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，是您呢？您是来买菜的吧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好吗？那天我听了法师的开示和您的教诲，就决定诚心吃素念佛。好啊，谁知道我的丈夫不但反对，还存心破坏。有这样的事啊？天贵，快过来吃饭了。快吃饭吧。你干嘛呢？赶快坐下来吃饭。今天的猪油真香啊！哎，你也尝尝啊。天贵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莲香，没关系，来尝一口嘛啊！今天不吃素没事啊，咱们改天再吃啊。来，哎，听话啊！哎，这猪油特别香，你就尝一口吧啊！来，尝一口。尝一口，我不骗你。我没骗你吧？好不好吃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吃块猪肉啊，吃条鱼。你真是太过分了。我不骗你，好吃着呢。你瞧，莲香，给我倒杯水啊。嗯。放哪儿？放这儿吧。别，过来，不行啊！哎，你老婆要你吃素念佛呀，摁住！天贵，我摁住！你。这杀猪的没罪，这按猪脚的可是有罪的。
贵，你太过分了。你看，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啊，现在连气候都变了。师傅，您走好。啊，他们常说念佛吃素，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善知识、善心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慈悲才有圆满的功德。对，如果一般平民百姓因为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不能好好的念佛，那他们岂不是很难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宏愿了？那也不一定啊。念佛修行是靠个人的心境，而不是受环境所限制。只要持一句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做什么事情，恶境、恶相、恶人或者是恶业破坏，念佛功德可超胜一切，不但不会被破坏，而且还会自在往生啊。